我以前成日以為20幾歲嗰陣嘅自己就已經係終極版本。我以為自己嘅學習能力、情緒起伏，甚至係內心嗰種無形嘅焦慮，全部都係一出廠就設定好，改唔到嘅定型。咁樣過日子其實好沉重，因為你心底裏面總係帶住一個揮之唔去嘅懷疑，覺得自己好似已經錯過咗某個時機，永遠都做唔到理想中嘅自己。不過最近，我開始用另一個角度去睇呢件事。如果我哋嘅大腦並唔係一塊死板嘅石頭呢？有冇可能我哋一直以來只係用緊個花盆嘅大細去評估自己可以生長到幾大？幾十年前，心理學家 Carol Dweck 提出咗定型心態同成長心態嘅分別，徹底改變咗我哋對潛能嘅睇法。我哋平時講起呢啲心態，好似講到佢哋只係一個冚個掣就可以下載嘅軟件咁，但係我哋忘記咗，軟件都需要一個合適嘅系統環境去運行。我哋細個成長嘅環境，當年吸收過嘅刺激，老師俾我哋嘅微細暗示，同埋我哋為咗保護自己而建立嘅生存機制，基本上決定咗我哋會用邊一種心態去面對世界。如果你細個嗰陣得做得完美先會得到讚賞，一跌倒就會被批評，你嘅大腦自然就會學識最安全嘅做法就係原地踏步。呢個唔係因為你冇天分，呢個只係一種適應機制。我哋睇住其他人可以好流暢咁轉變生命軌道，喺人生嘅後半場重新調整生活節奏，踏入全新嘅創作領域，或者徹底重塑自己嘅步伐嗰陣時，我哋好容易會覺得自己同潛能呢兩個字完全脫節。我哋會對自己講大話，話一切都太遲啦，話大腦嘅神經網絡一早好似石屎咁硬化晒，我哋嘅根一早乾枯晒。我哋呃自己話石屎已經凝固咗，神經線已經定咗型，機會嘅窗口已經關上。但係人最奇妙嘅地方，就係我哋嘅根並唔係只存在於過去，佢哋呢一刻依然生存緊，喺厚厚嘅泥土下面跳動緊，默默保留住我哋最原始嘅好奇心藍圖。要改變我哋學習嘅方式，其實唔需要強行逼自己做一啲好劇烈、好顛覆性嘅轉變。我哋只需要改變自己今日餵俾大腦嘅刺激。第一步係要有意識咁行出嗰啲要求你做到完美無瑕嘅房，去尋找一啲願意包容你笨手笨腳嘅空間，容許自己去嘗試一啲全新嘅事物，即使一開始做得好差都冇所謂，純粹去享受大腦慢慢摸索、慢慢搞清楚一件事嘅嗰種快樂。當我哋重新同呢種最純粹、毫無過濾嘅好奇心連結返，我哋唔單止係學識緊一項新技能，更係跨越時空，俾翻當初嗰個年幼嘅自己一個本來就值得擁有嘅溫室。要成為你想成為嘅人，永遠都唔會太遲，因為你成長嘅能力從來都冇消失過，佢只係一直喺度，等緊一個更溫暖的天氣。如果呢段分享觸動到你生命中嘅某個時刻，或者令你想起自己曾經停滯不前嘅某個季節，好歡迎你喺下面留言，同我分享你嘅故事。我哋喺留言區見。